歐洲三大俱樂部嘅杯賽決賽有邊啲有曼聯元素呢？歐冠決賽巴黎對住國際米蘭啊，國際米蘭當中嘅米希達恩同埋達米安亦都曾經效力過曼聯嘅同期隊友，一齊喺16到17賽季奪得過歐霸杯冠軍。而米希達恩16年7月份到18年嘅1月份出場係63次13波11個助攻啊，而達米安喺15年7月到19年嘅9月份出場92次1波3助攻。而喺歐霸杯決賽熱刺對住曼聯，曼聯亦都係歐聯杯改制以嚟歷史上面第7支以不敗戰績晉級到決賽嘅球隊，14場比賽取得咗9勝5平，創低咗隊史單賽季歐戰開局最長嘅不敗紀錄啊！14場嘅比賽就打入咗35波，距離歐霸杯單賽季入波紀錄只係爭2波啫。歐會杯決賽，皇家貝迪斯對住車路士，貝迪斯嘅安東尼同埋車路士嘅辛祖啊，兩位曼聯嘅失意之人逆襲成功，亦都雙雙會師到決賽啊！安東尼今個賽季代表皇家貝迪斯出場22次，貢獻8波5助攻；辛祖今個賽季代表車路士出場39次，貢獻4波9助攻。